好，各位线顶的先进，各位友志，大家平安出头天。你即马所收看的节目是台语文学系列讲座，阮是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今仔日是咱2023年台语文学系列讲座开春第一炮。咱每一个月拢会有伫咧线顶举办一个台语文学的讲座。第一季会邀请到丁凤丁教授来替咱小解歌仔文学世界。季4月到6月，咱会邀请成功大学蒋维文教授甲陈慕真教授带咱熟悉台语文学运动史。第3季会较特别，咱7月到9月会伫咧高雄文学馆举办一个实体的工作坊，要带大家做这个台语文学作品带读讨论会。时间较晚咧，阮会开放线顶报名。若大家对这个活动有兴趣，欢迎会使提早报名伫咧线顶关注阮伫咧面册的消息。今年的最后一季是10月到12月，咱会邀请到这个林如凯教授带咱做写作台文的创作。好今仔日咱这场活动要为台湾歌仔甲念歌讲师来做这个第一季的文学讲座。咱今仔日所邀请的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系老师丁凤丁老师，要来甲大家做小解。丁凤丁老师最近出版一本主编一本中学台语文教材教法。甲大家推荐，若是手底有这本册，请大家一定要认真去看凤丁老师的头诗，写甲非常精彩。嘛，伫遮顺续做一个工商服务。1月14，就是下礼拜，咱伫咧，你若是徛伫咧台南，伫咧台南的成功大学会有实体的新册发表会，欢迎大家做伙来斗热闹，现场买册有较俗哦。好，安尼接下来。咱甲时间交互凤丁老师。好，有听到我的声无？有，足清楚。线顶的朋友大家好，我还蛮讲话啊，所以，有有已经记载过几届这种歌仔线顶的上课，过来就是我感觉我毋是专家，有真侪你有真侪爱学习的，好，所以咱就同齐来学习吼，好来，这个非常感谢这个打到台语开讲社甲这个台文博览会甲高雄文学馆，这个举办这么有意义的活动。其实我本体就是常常若有闲，就是拢会来这个台语文学系的讲座馆顶学习吼。所以讲吼，大先爱甲这个主办单位说多谢，办这么有意义的活动虽然我还慢吼，总是讲我想讲，确实这个议题吼，真需要互搁较侪人知影所以就甲我这20-30年学习的经验吼，资料甲大家分享毋过字实在太多我咧整理的时阵，我一直想要，因为不得不甲真无闲，一直想要紧甲这个简报做好。就先整理一寡资料，愈整理愈多所以就是拖到做到今仔透早嘛是做到半暝去咱这个打到台语开讲社有办3届的歌仔甲念歌的讲座吼，所以今仔日咱来做一个整体的这个介绍。好来，大先来看一寡关键词，头一个就是歌仔吼。过来就是大讲弦歌歌仔嘛，人叫做歌谱啦吼，歌谱。另外呢，我讲者，因为我本身是海口腔，所以，但是我是落菜的海口腔，因为我伫都市经真久，个因为教台语的关系，所以迄个不闪时就是讲反正我袂记我家己的腔我的腔无水。就是我听阮老爸吼，伊在生的时阵我咧甲伊后壁的时阵，我甲伊咧开讲，我就发现讲，
为什么阮阿爸甲我讲诶？伊讲诶，哪会遐尼水呢？就是讲，伊会当我讲诶水咧，当然每一种语言拢是水诶，但是我感觉伊会当真水开甲伊海口腔讲甲真水，我无法度，我落惨吼。啊，一个是大人诶过身，对咱来讲拢是一种损失，包括讲即个旧年诶2022年吼，2022，即个咱即个台湾念歌诶国宝，即个杨秀卿女士、杨秀卿阿嬷伊过往。吼啊，即个所以吼，即互咱这启示，就是讲咱爱保守咱身躯边诶是大人、老大人，因每一个人拢是咱诶即个台语诶宝。啊，过来就是讲即个念歌甲歌册吼，伊诶关系是足密切诶。所以你若讲着歌册，无可能无去讲着念歌吼。啊，下骹呢，咱就先来介绍一寡大家会当家己学习诶资料库。啊，即个资料库，对咱来讲是介里边吼，像我咧教即个台湾民间文学，我伫大学甲研究所拢有会开台湾民间文学诶课。我袂记自我介绍咧，我伫台中教育大学台语系咧教册。即个阮大学部一定爱必修台湾民间文学，我拢会教，也是讲通识诶台湾歌谣、台语歌谣，我拢会教即个念歌歌册吼。文学馆伫即个2011年吼，就是2011年有即个徐平华老师主持诶一个计划，就是迄个正式诶上网上线，就是即个台湾民间文学台湾民间说唱文学歌册资料库。恁即摆看到即个画面啊，已经看袂到啊，因为即个文学馆后来伊即个改办了后吼，即个重新处理，所以呢，你入去了后就敢若会当看到即个画面，真歹，无彩。即个画面啊，即摆看袂到，我感觉真水吼。刚才我迄时阵有保留，有留落，就是迄个大家若是入去即个文学馆的网站吼，你其实我这学期拄好才教我的学生，因为这学期都是上民间文学，所以我的学生因拢爱去山顶读歌册，所以伊要安怎找呢？只要伫我来教大家安怎找好啊，因为即摆大家无网址吼，大家你会当伫 Google 啊拍歌册 ，Google 拍歌册头一个就是台湾民间文学歌册资料库，点落去就是会入来啊。所以真简单，我的学生上我的课的，基本上拢会晓找啊，因为因爱报告嘛。安尼，咱搁点一解，点入来了后，吼，入来了后就是讲。伊遮资料真多吼，所以你若要直接看歌册，就是遮有一个欣赏。我等下我会简报遮，简报。大先呢，你爱先点欣赏，点欣赏伊会走出即个下骹即两个选项，你再搁点目录，你目录点落，伊就走出即个 list 吼。了后你会当先点第三遮因有一本册就是。即个资料库，伊每一条歌、每一首歌吼，每一首歌拢有即个拢有写一个介绍吼。过来，你若第时你点即个歌就会直接看到伊个内容。即摆搁登去网站点互大家看吼。好，过来我讲到这，我拄则讲到谱，即个谱啊，歌册一般来讲，拢是用谱来算伊的单位，谱就是一套册的意思。因为歌册虽然薄薄，但是伊比如讲一本，伊会讲我这是全5本啊，全5集，全2本。吼，迄是迄个过去的，嘛是算伊介绍的单位啊。一本全2本甲全5本介绍都无共。这个谱哈，读做谱哈。我海口腔哈，所以大家主动转换。过来，我台语嘛无啥好，论真讲起来，今日嘛介紧张，所以若是讲了有错误的所在，大家主动迄个用你水气的台语甲校正过来就好啊。好，咱来到这个平台，咱点目录点落去。好咱可比讲，咱要讲这个家己地理歌好啊，家己甲点落去。我感觉伊做了真大心，就是讲伊每一首歌拢有做一个 PDF。
甲即个歌诶内容啦，甲伊诶这个腔口啦，是即个伊诶一寡特色吼做介绍，每一铺拢有，只要点册，所以大家记点。有一寡人毋知，啊，伊这头前即搭是啥？即个是讲这是文字诶资料，文字诶，因为后壁佫有影片甲声音诶，所以伊会安尼吼显示。过来呢，咱来点，比如讲中部大震灾新歌随行诶，咱点入去，好，伊诶全本吼，点入去。即个我感觉一开始就是讲，你若拢无时间，你会当先对遮来去做自我学习。啊，伊诶好处是，伊每一个歌头前拢会做一个目录，伊诶出版资料啦，伊会讲伊诶编读者若知影就会写，过来伊诶出版社啊，伊出版年是啥物时阵吼？啊，所以说伫咱后一届咧讲日本时代诶即个。歌仔册时阵，还是讲你想要介绍日本时代歌仔册，互朋友知影，还是你想要读，哦，你就当来遮找即个看伊出版年，你就知影讲哦，伊是啥物时阵诶。过来，伊诶即个电脑哈，电脑迄时阵是英文言老师，阮台中教育大学台语系英文言老师，阮同事伊来负责诶，负责找人来处理诶，啊，所以。处理了，刚处理了介好，就是讲伊汉字会当看歌仔册原文。我即摆甲放较大咧，放较细。像阮伫教室咧上课，阮就会当甲放较大，安尼互学生会当看较有吼。比如讲，你即摆看是原文，我若点改字啊，点送，吼，伊就会改。啊，因为即谱歌，我找一个较早诶歌好啊，可能较看会出伊诶无共，比如可比讲。千国时代的新刊台湾单版歌，互你看，伊这都较有一寡。拄则为虾米你会看到讲啊？那迄你会浪出，迄是因为我甲放大的关系。我甲你大先就是你看概率哦，我若送好。家己就变做家己啊，而且伊足大心的哦。你若刷来即搭吼，伊的家己边仔遮伊会走出原本的用字，因为咱即摆看的是家己嘛。啊，过来这是啥物？有一寡无共的色水，这是若是即种的感觉色、叫我色的，就是讲叫我色是伊毋若有家己，阁有注解。啊，若是即种感觉色的吼，伊就是即搭注解。啊，若是蓝色的，就是干那家己尔。啊，咱会当看到过去歌先吼。咱的祖先吼，因咧想要写歌，用家己来写字的时阵吼，因哪去写歌册。啊，实际上咱若咧看歌册，咱第一个就是讲爱伊行出时阵是拄着毋知影要安怎的时阵，伊甲汉字当做，因为英国因无学罗马字嘛，所以讲因会甲汉字当做因的罗马字，就是汉字是因的音标。甲汉字当做音标，汉字是咧记音的，因为歌册主要是一个口语的口说，啊伊演过吼，大部分拢也是会唱做念歌，所以会唱出来。啊，所以声音吼，声音听有无比看有更较重要，爱听有吼，所以文字会照一寡照共音的字也是类似的，若找无共音就会小歪的音。主要目的就是讲。听有比看有更较要紧，吼，安尼。过来你嘛会使伊罗马字显示的款，你会当安尼正平是，即摆变做罗马字伫悬顶啊。啊，过来你嘛会当看，我要看白话字，就是台湾罗马字嘛是，吼，伊就走出来啊。啊，即个我拢鼓励我的学生吼，若是要通过教育部还是现代的台语检定，即个。要考到 B2 啦，C 甚至 C 高级、中高C2、C1 是高级，C2 是专业级嘛。我建议爱来逐工吼，逐工会当来轻松来念一条歌哈，念一部歌册。念一部歌册就是讲，因为有罗马字嘛，啊，过来就是讲，你会当看讲伊的注解，因为足侪语词拢有注解，啊，咱会当学着一寡较早期的台语，因为咱的台语毋是正常演变的，咱受到日本时代的即个
国语政策，个中华民国时代国语政策吼，特别是中华民国的国语政策，对咱的母语有真严重的损失吼。所以讲这个不管是台语、客语还是原住民语吼，拢是无正常的流失吼，伊毋是正常的，伊假使是正常的流失，就随时代演变。毋过咱的语言是受到无正常的糟蹋，才落去的，所以咱的台语落差毋是应该，咱的台语落差是不公不义造成的。所以今仔日咱若想要知影讲，演过较水开的台语，还是讲更较丰富、更较澎湃的台语的语词是安怎？歌仔册对咱来讲是真好的资料库，因为歌仔册伊就是听为主，然后伊注重的是口语日常的。过来就是讲，咱迄个大教台语开讲写歌仔册了，伊会办即个白话字的文学。我感觉安尼接是真好的吼。白话字的文学内底，就是讲，因为台语罗马字的吼，伊会当保留真侪水气的古早的台语伫内底吼，不管是歌仔册还是白话字的文学。过来就是讲歌仔册到即马嘛，包括讲后来教会吼，教会嘛有用即个白话字来写歌仔册、写念歌哦。发表伫即个教会杂志刊物内底，当吼，这嘛是介心息。若即摆足侪作家吼，伊台语作家伊咧写的时候，伊的汉字甲罗马字同齐写吼。所以即个资料库我大概就先介绍。等下，伊即搭吼有一寡研究成果吼，大家嘛会使家去看。伊才有论文传记啦、资讯传记，则就是有一寡歌声的介绍，过来。论文上有一寡简单的介绍的论文吼，这是徐炳华，主要是徐炳华老师做的。当然伊这计划有找一寡其他的人斗相共，包括我嘛有写整理两篇歌总是讲主要大部分拢是徐炳华教授我的老师徐炳华教授伊的迄个奉献伊的决心啦吼。过来就是讲个转来咱的干部。过来介绍即个国立台湾文化馆有一个即个文物典藏查询系统，因为即个咱自从国家文化馆成立，本来叫国家台湾文化馆，后来改做国立台湾文化馆。即个伊有介侪人吼，甲相关的文物关互伊，所以伊有收介侪重要的歌仔册吼，还是念歌的资料吼。伊有一个，咱来去伊网址看卖吼。你只要我来看卖，因为各位伫线顶吼，好，我即马网址咧走爱等伊。就是你应该伫 Google 敲出入去国立台湾文化馆了后，去找伊的文物典藏查询系统，你就会当看到。伊即个文物典藏查询系统，就是讲表示讲文化馆有即个物件。伊每一个资料会因为伊的迄个资料本身的即个性质内容吼有无共，所以你若是有需要的时阵你就是爱甲文化馆提出申请吼，有一寡你会当伫遐看，有一寡可能有线顶会当看。比如讲可比讲咱即马来，咱即马已经入来到遮，即档吼，我甲放较大。好，你若咱伫即个文物典藏系统吼。你应该拍国立台湾文化馆文物典藏查询系统，你就会当找到。还是入去台湾文化馆，伊会应该当找到文物典藏查询系统。无咱来找一下。好，台湾文馆，因为我的电脑有甲伊设定即个语词，所以我一拍，我的系统会当家己增加台语的语词，所以我一拍就有走出来。过来，伊才有一个典藏。典藏研究计划，典藏研究，过来，好，我直接拍这个台湾馆，国立台湾文馆典藏，我拍上去典藏。伊无，我袂记做典藏查询。我看卖，有国立台湾文化馆典藏查询系统。
即摆电脑介方便啊，以前要查的时候拢足辛苦的，即摆毋免，即摆都安尼都入来有无？共款安尼，我跟你讲，我来直接拍歌册，吼，你会当试看汉字罗马字拢甲试看卖吼，啊了，选全部的类别，我卖歌册，查。吼，我拄则无说你点着正解查询才会跳出迄个画面。你看，我点歌册，吼，比如讲伊安尼有即个最新条形钱，好，咱来点落安怎？伊就有介绍讲，伊有即个文物，伊的内容相关的，吼，你要安怎？图上你若要使用，你爱家己提出申请，吼，伊会甲即个伊的文物的资料做写甲足详细，管的人，即个管的人是黄德时，吼，黄德时伊是咱台湾文学的前辈，伊收藏介最重要的歌仔册馆吼，拢管到台湾文学馆啦，吼，所以即个系统，若是拍念歌，你嘛会当找着，大家会当去试看无共的物件，吼，像文化部嘛是，咱的国家的图书馆机关，拢有类似即种的收藏。你嘛会当找到一寡资料，即个讲，比如讲我可比讲，这是拍即个歌册吼，可能是拍念歌，伊会找出讲有啥物物件，安尼，好，再来，另外一个介绍的就是我头前动伤久，后来世事会长圆吼，来，即个台湾大学有一个歌册甲念歌，咱台湾文学的前辈一位是黄德时，一位是杨芬萍，因拢收介侪歌册。杨芬萍、杨云萍哈，杨芬萍，粉顶的粉，浮萍的萍，浮漂的迄个萍哈。杨芬萍教授呢，伊收藏的歌册，因为伊是代代教册嘛，所以后来伊的歌册拢传落代代。过来代代嘛，共款，因为有一寡相关的收集，所以代代的图书馆伊有收一寡珍贵的歌册甲念歌的资料，伊就做一个歌册甲念歌的即个资料库，共款吼。虽然我有做连结，毋过我要大家伫 YouTube， 我直接咱嘛是共款，咱来 Google 拍歌册就好啊。好第二个就是代代即个你看。就伫遮你就会使伫遮找，你嘛会当伫遮看讲你要看啥？伊看你若点看，有一寡伊阁有做声音档。之前我捌审查过，伊有一个甲最新10年我菜我有做整理伊过来伊的管丛歌册数量的统计，杨芬萍教授呢管817本这上重要就是这过来就是有一个歌册念歌还是的迄个知识网啦有一寡念歌的欣赏你看才有收有声音的所以迄个大家若有兴趣你会当家己去即个所在听。所以我为什么要先介绍这？我意思就是讲，因为咱的时间有限，过来有一寡歌册甲念歌有版权的问题，所以我也无适合伫我的干部去讲伤侪毋过伊若挂伫网络，你直接去看，当然就是无问题所以大家会当就是我阁复习一下即个资料库我甲册定定拢会用到，就是即个台湾文学馆的台湾民间说唱文学歌册资料库就是安尼点欣赏了，刷到点目录头前迄本册所在第3即搭爱记点遐有详细介绍，做了真好。过来就是台湾文学馆有文物典藏查询系统，你会当查到讲台湾文学馆收集的一个讲到这阁有一个所在，我袂记得写。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伫即个嘛是伫台南，以前台南县，即摆台南市，伫迄个较郊区的所在，伊嘛有收一寡珍贵的歌册甲念歌，因为因是做台湾历史的嘛，所以因有收。因为因之前有做即个歌册甲念歌歌册一寡文本的整理找别人做我去甲伊审查，所以我有看到发现讲伊嘛有收一寡别人无的当然伊较少啦，而且因为伊是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其实国家的一寡即种馆拢有收一寡甲咱台湾相关的所以只是讲为的像文学馆伊就会放伫线顶台湾历史博物馆伊嘛做到什么程度？介绍有优秀超人经理有，就是家己的介绍放伫线顶，只是
只是伊的资料较少啦吼，所以我嘛甲袂记，真个甲袂记啊，歹势歹势。后来，过来就是哦，讲到这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吼，我既然安尼，我就爱甲伊点一下。伊有收藏一本对我来讲真重要，就是我做台湾民主歌1895年台湾民主歌的研究的时阵，迄个伊黄如元先生吼是伊遐研究员，伊有收到即个王叔明的民主歌西奥范叫啥？日本我煞袂记迄名。伫我论文内底我有写着，伤紧张我歹势。就是伊有收到一本重要的歌仔册，但是是我真正毋捌看过对我来讲是足重要的。伊叫是。过来，我看卖国立台湾历史。有啊，台南市安南区啦，伫安南区。咱来看伊的研究典藏，我看卖吼，研究典藏查询，毋知有无？好，伊遮会当查关键词，拍看卖，拍大册看有无？所以。有诶，我应该甲伊报去 ，OK， 对不起，好，袂歹，好，咱来点入去看卖，点入去看卖。所以其实伊嘛有收一寡，对诶，我拢甲伊袂记，原谅我，伊遮伊嘛介认真啦吼。就是讲伊这有文本表述，伊有找人去写但是好，我莫直接讲。就是讲文物描述爱针对这个文物来讲嘛，但是我进前去看的时候，我发现有为的无针对这文物，其实去网络找资料安尼，根本都大部分有啦，大部分有所以你家己判断。我感觉伊这个用心是真好的就是安尼，可比讲安尼好，过来搁转来简报。既然安尼，拄则讲到迄到底是倒一个？我即摆开我的档案，我就是为着要做这个演讲，整理真侪资料。了后呢，就毋知安怎不得不甲开真侪时间伫即个整理的当中。嘛是感谢安尼，就互我甲我的即个资料，搁扣较完整所以我写了嘛我写台湾民主歌版本，就是这个。番仔番，苏明主角的番仔番歌集，1946年，这是即个2020年的时阵，黄如元教授有伫因台湾历史博物馆因的杂志馆志内底发表一篇论文，咧讲台湾民主歌。结果我发现伊内面有即个王思明先生伊的即个番仔番歌集伊注明是日本番民主歌，因为有3种歌名，我在拄则想到底是叫什么名？有当时即个久无看，阁袂记就是像安尼，这是我感觉真珍贵敢若这我就感觉超我对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即个妈祖，伊伫我心内地位就随跳100级我感觉真感谢，真赞伊也真慷慨，甲我分享即个资料。过来，好。接下来就是介绍到这，另外咧来介绍这个台湾歌仔册学会，因为台湾歌仔册学会是即马2011年，就是先有这个台湾民间文学歌仔册资料库，伊是春天上线了后呢，徐炳华老师就甲一寡这个关心歌仔册甲念歌的朋友前辈发起我嘛是有真荣幸，就参与这个内面真做会员伫2011年8月27日，成功大学的台湾文学系系馆开成立大会到即马搁咧运作所以即马是2023年今年23年，所以已经12档要12档这个我感觉真赞，就是讲因足认真咧推毋是因我嘛伫内底，然后
有年变做即个，互大家即个大家无气嫌，互我变做常务理事。虽然我也无做啥，还慢啊，就是讲，即个台湾歌仔学会伊的即个 Facebook 的即个社团吼，伊是公开，所以大家若是想要了解一寡歌仔活动啦吼，过来就是讲伊的过去嘛有徐炳华老师，也是即个即摆理事长是萧丁春老师。吼前任的理事长是沈凤吉老师，因拢足积极咧推广即个歌仔，我真感动，算是我的前辈。所以讲吼，即个你会当去台湾歌仔学会的即个 Facebook 去遐看，若有兴趣，你嘛会当甲伊申请加入吼。过来，即个共款就是2013年的时阵，徐炳华老师因为迄时阵就是伊是台湾歌仔学会理事长，佮拄好主编即个台港台语文学季刊，吼所以徐老师伊就伫台港台语文学季刊的时阵有做第72集的即个歌仔的文学即个念歌甲歌仔的专题，我感觉真宝贵吼，这种物件就是出版了就无啊。有当时限量发行嘛，所以若你手头这2本吼，真宝贵，爱留啊好，我有。过来，歌仔好，这个台湾歌仔学会就这个主年啊，主年2021年，今年2023嘛吼，开始发行歌仔年刊所以今年嘛是同款会有2023第3期，创刊号甲第2期吼。一年1本就对啊，伊的内面比如讲，可比讲咱用旧年这本来记咧，伊内面会有几篇即个学术论文，刷入去，佮有可能有台语研究然后有即个主要以歌仔为主的创作，过来伊有一寡附录吼，即个主要即马即个歌仔学会地址是伫即个常务理事沈凤，就是前任的即个理事长沈凤吉老师，伊的住家可能是吼。就是沈凤吉老师，我感觉伊真朴实真热情使人感动过来，其实这可能你买无啊，因为叫我办活动，甲伊卖了对，过来应该是卖了剩下留几本库存。过来讲这个初阶的册单，然后。这个1986年6月的时阵吼，这个台湾的说唱音乐张宪文老师的这本册出版，有加这个2道题谱，我若无记唔应该是题谱。这个张宪文老师是阮台中教育大学音乐系的教授，捌做过系主任退休的，已经过往伊真朴实真认真，伊是这个咱台中人吼，本身呢是。即个受过音乐系的专业训练，毋过伊就是讲，对于咱传统的，伊是咱台湾上早，应该是讲真早学者来做即个，可能是上早吼，即个做歌仔音乐的研究，甲即个念歌的音乐的研究的人。我有听过伊，阮台语系读设立的时阵，有来教台湾歌谣，我有听过老师的课，所以我嘛算老师的学生啦吼。老师是一个真赞的人，所以这个伊包括讲这个看下张宪文老师呢，伊是2008年过身的，安尼嘛是时间嘛是走得真紧吼。春天的时阵，我记得是安尼咱看到倒边馆顶这张相片，就是讲伊拢微微笑，嘿，我看到伊就是拢微微笑。其实听讲伊是一个主要要求介顶真介严格的啦。毋过呢，伊对人就是拢微微笑。伊有写介侪台语歌诗的即个合唱曲，嘛有真有名。就比如讲，甲谢安通老师谢安通老师合作的即个谢安通老师的诗，叫做台湾的摇篮。张宪文老师甲伊谱做台语的合唱曲，真好听，我大概听拢真感动。叫做台湾的摇篮，谢安通的诗，张宪文的曲即个大家伫线顶会当听到无共的版本过来，比如讲，可比讲吴秀莲老师的诗《风吹》，伊甲伊谱曲嘛是真好听。好，安尼因为咱的主题是歌仔甲念歌，所以来讲，
一个就是讲，伊这本册的目录吼，因为这本册你要有这本册的人吼，你若有这本册的人，我还是影印版，你若有这本册的人，你千万要甲保留好，包括讲伊的 tape。我这是这个至亲啦吼，阮囝因阿公有，啊伊互我早这个我这是影印的吼，啊录音带迄个录音带，就想讲你这都是真宝贵，我感觉真感动，就是讲，就是张惠文老师，就伫我的身躯边的，就伫阮台中教育大学的，我伫阮音乐系，啊，搁伫阮台语系教过册，啊，伊应该是讲，伫我的研究内底讲，上早正式来用台湾念歌、台湾歌啊来讲，咱即个音乐吼，即个咱台湾的艺术。啊，伊即个册内底，伊就讲，说唱音乐台湾民间叫做念歌，念就是接近自然的语言声调吼。啊，歌是较侪唱的部分，所以念歌是半讲半唱啊，这是伊的开始。啊，伊的内面的目录，我大概讲互大家听着讲，伊目录为先去讲伊的历史，伊的历史啊，甲伊的即个传播者就是念歌的艺人吼，歌声啊，过来伊说唱形态演变啊，题材啊，伊的刻白就是伊用的曲调吼，过来伊的组合的方式，伊的歌词。伴奏甲乐器，过来因为我感觉张惠文老师上赞的，就是伊不管做歌戏还是做念歌，伊拢是伫即个田野调查的去甲艺人面对面的接触、访问、采访啊，然后收集啊，佮用伊音乐学院的音乐系即种学院的即个专业知识来做咱台湾的传统音乐、传统艺术吼。啊，伊内面有收即个杨秀卿啦、卢柳生、黄秋田，包括丹丹啊，佮有迄个吴天乐老师吼，几啊位即个前辈的即个因的作品就对啊，录音录做录音啊，出版做录音带啊了后呢，佮伫即个册内底吼，上重要就是伊改变做讲推野谱讲推野谱，好比讲有收到即个卢柳生老师演唱的即个咱歌声吼，真杰出的歌声，卢柳生的即个《如梦境》啊了后，伊用讲推野谱甲伊记落来，当然我感觉真赞，就是讲对，是真感动这个真的是安尼过来伊有讲到说唱形态演变，就是讲。早前的念歌主要拢是用唱的，咱若是听即个卢柳生老师念歌吼，伊较属传统式的。早前的，伊就是拢一直唱，比如讲伊上有名、真有名迄个十殿阎君，一直唱。啊，若是杨秀卿老师，伊到伊较出名的时候，咱看到拢是伊拢会哪念哪讲，迄就是叫改良式的念歌。因为先有歌啊了有歌戏。歌戏吸收着歌的一寡营养，了后歌戏煞拍到即个念歌艺人的生活，因为大家都开始看戏、看歌戏嘛，所以呢，歌的艺人搁去教歌戏，伊的即个吸收伊的营养啦，应该讲互相学习安尼。所以杨秀卿阿嬷吼，伊就是伊讲吼。伊的先生吼，因翁吼，因为在听老师会带伊去看歌戏、听歌戏，因为杨秀卿阿嬷伊青眉目睭青眉看无嘛，虽然是破病所以目睭咱看无所以伊就透过听了后，伊才佫家己改变所以变做伊这叫做改良式的念歌，还是拷贝歌过来就是即个部分就是先讲到这讲了不足的所在就是。确实无法度因为这资料太多大家会当家己去精进。过来就是讲，这个歌册起稿这本册是这个杜建峰老师写的伊这本册内底伊我感觉对我来讲上重要，就是讲我咧写台湾民主歌的研究的时阵有去讲到这个录舞，记着录舞这个
这个书啊，伊去做解说啊。我的老师徐炳华甲讲，叫我一定要来看伊即台解说啊，写了真好吼，对我来讲有真大的帮助。啊，杜建峰老师是咱台湾足有名的即个收藏家，台湾古册吼文献的收藏家，所以伊徛伫收藏家的观点吼，伊写的歌册起稿对咱来讲啊，有提供咱，因为咱无伊即个看较侪古册吼，但即个收藏，因为收真侪，这种是时间甲金钱吼，过来有迄个空间啦吼。就是讲，因为伊到伊的性命安尼来做这代志，所以伊咧看歌册，甲咱的角度都无共，咱无法度甲伊有共款的背景看的角度，就又个无法度到伊即个程度。啊，伊即内面的目录，我甲伊的目录大概安尼讲互大家看，吼，引互大家看吼。啊，最后就是讲，伊内面有两大部分，一个是歌册文化甲文学形式，另外一个部分是歌册解读，免怎解读甲伊的语言形态。有一天找无即本呢，错一条，想讲即本走到，因为吼，这2008年的册，应该讲毋嘛即本，足侪册拢是安尼，只要因为咱一册吼，一概就是可比讲我记咧，我家己最近咧出即个看卖中二大基本教材教法，阮都出出来吼。即个是五南出版社帮阮印的，所以呢，五南出版社帮阮印即本册的时阵吼，伊是印即个伊想甲阮咧讨论要印几本，伊讲通常伊头一届就是印500本，啊，若有需要再搁加印。啊，因为阮有想过先做过市场调查，所以阮就讲头一届咱就先印800本较够。吼，我有问伊讲，若要搁印，一届超印偌济？伊讲若有需要就会印吼，一届可能是第二届就印300本。是因为阮即本较属于教科书的性质吼，所以才会讲一直再版。无一般来讲就是讲。有个册就是可能一届印1000本啦，还是印500本了后，就无搁印啦吼。即个五南出版社是一个正常运作的出版社嘛，所以你才会当得到这个好康。我来讲者，我感觉真我来用真本册。最近即个台湾文学馆，互我真感觉真遗憾，就是这两本。即个我因为后学期要上台语文学史嘛，我想要上用即个徐春秋老师伫即个伊的台语文学导论即个本是2012年出版的，另外一本是廖水明教授台湾母语文学的发展字尖甲笔尖，台湾母语文学发展，这是2003年，这两本是我感觉写了上好的台语文学史。结局不幸就是讲，我卡去文学馆问，结果呢，重点就是无这两本册已经卖了。我记得这本拄出来的时阵，早前这个台语文学导论，我早前伫这个中山医学大学，以早中山医学大学台湾语文学系的时阵即马无以早有。我伫遐嘛有教过台语文学史，嘛是用即个，时阵就用准秋这本徐准秋老师的台语文学导论拄出来。伊时阵我就是有买来做课本的，所以阮学生一人拢有一本的。结果即马无所以乡亲你手头若有这两本经典为什么台湾文学馆是国家单位、公家单位伊拢有预算，拢有固定，伊做代志拢是一直向前行。要搁再办的机会，宛如上天，像迄个好片赛要爬上天，遐尼艰难所以讲，我感觉真有准，而且版权是国立台湾文学馆的。就是讲，过来就是讲，因为你若讲只有需要一本两本，伊嘛无一定会出版所以讲爱有一个需求，所以假使问题就是我迄天找无这本是我错一条。就是这本，加在后来搁找着，OK， 因为我感觉伊有较有特色所以伊的内容，比方像安尼，伊即个歌册起稿内底，伊就讲，杜建峰老师讲歌册是即个用语言形式来记录的台湾文化百科全书，伊即个是民间文学伊包含民间文学的一切形式过来就是讲，伊嘛包含咱台湾文化各种的主题所以伊是咱台湾文化的宝库
啊，搁来介绍即个台湾歌仔协会萧丁春理事长，现任为理事长萧丁春萧歹势，因为萧平理老师姓萧啊，萧丁春老师姓萧吼。即个伊伫旧年吼出版即个热天的时阵出版韩文公这12龙文12龙的即个歌仔解释。啊，咱会想讲，即本，但是呢，伫即本册韩文公这12龙为什么是我会初阶读本呢？主要是其实是伊即本册吼，伊的头前有一个歌册的浅水，吼浅选吼，歌册的浅选，就是即篇我感觉真重要，因为萧丁春老师伊的背景国家，伊是第一，伊是歌册的推广者；第二是伊对想要更较侪人了解歌册，吼，所以伊对歌册数位化真用心。伊做即个台湾歌册协会的理事长吼，即个是第2任吼。即个包括讲进前，就是讲即段时间台湾歌册协会吼，包括讲就是台湾歌册协会的朋友啦吼，先看遮，伊讲好啦。咧建立即个歌册数位化即个资料库啊，所以吼，大家足侪歌册协会会员斗3工来拍字吼，爱心拍字，大家拢是志工。伊讲吼，萧丁春老师讲，伊伫咧有建立，即马目前是3458本的即个歌册即个资料库。伊讲会当找着名姓歌星有95位，吼。过来呢，所以呢，我讲的就是讲，伊对歌册解说，甲杜建峰老师佫无共啊，因为伊是用迄电脑所以一本一本去甲伊迄落，啊了伊用电脑 list 去放去找，所以伊的角度就，反正咱无看，咱就无看过遐侪本啊，所以咱哪有法度会当做出迄个，伊比咱行较远，行较快，行较迄落，所以伊讲的即个歌册千岁，对我来讲，我感觉有真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呢，推荐大家吼来看即个。伊咧讲的就是讲，即个歌册吼，本伫即个伊伫歌册，伊咧整理即个文献的时候，看到讲歌册吼，伫个册内面就有讲到，就讲有讲念歌、歌诗、主歌谱、歌册、歌谱、歌主、曲主，吼会较伊就记一寡咧，互大家看，吼，好比讲，就是讲伊是对文本内面讲出来，过来就是讲。拄则我有讲，伊讲差不多有95个歌星会当找到资料嘛，所以呢，伊就去有整理即个歌星的介绍，吼，伊伫即个台湾歌册年刊内面吼，伊就有做即个发表即个歌星的介绍。啊，另外呢，伊就有讲歌星呢有3种，一种是顺编歌，一种是干那会晓念歌，啊，另外一种是会晓编歌佮念歌。所以歌星会使是作家兼艺人，会唱、会念、会写、会编，吼，安尼吼。所以嘛，就是讲真宝贵吼。即个广告就是即本推荐互大家。过来就是即个我的老师，我会感谢我的老师吼。今仔日会当伫遮甲大家分享，这拢是因为我的老师徐平华老师的鼓励。伊伫即个。我读东海大学中文系博士班的时阵，还是2000年初期的时阵，还有2001、2002迄个时阵，我开始咧想讲我博士论文要写啥，我有想过介侪，因为我这个人会心较灰。了后，我的老师大先感谢陈明林老师，陈明林老师甲我讲爱写台语文学的研究。了后，徐平华老师就甲我讲歌册，即马吼。当需要研究有足侪资料，我就想规步了，就决定要来做歌册。毋过无了解，拄我无了解，我是对歌册无了解。只是我相信我的老师就对啊，因为我老师做代志认真，佫真疼惜学生，所以呢，阮老师就甲伊写收藏的歌册拢借我就开始看，开始读，伊就不三时甲我提供资料，甲我讨论，因为老师我运气真好，我有几啊位真拍拼的老师，所以我袂当平淡。好比讲，迄个李兴聪老师是我成功大学中文系读中文系的时阵教我中国文学史的老师。伊虽然是教中国文学史，但是伊常常拢用台语讲笑话，而且呢，伊的中国文学史我感觉是教了。
进入台湾观点。过来就是去这个萧平迪老师、萧拉丽老师哈。虽然我无直接做过伊的学生，但是伊嘛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以前哈无这个吹台语的时阵，无台湾假斯米的吹台语的时阵，不三时我若拄着袂晓的台语，我拢爱敲电话问这个萧平迪老师、萧拉丽，我就问讲萧老师，你敢会知影这什么意思？因为我大概也卡伊都会甲我回。我感觉真好。萧老师嘛是真拍拼，到当下佫足认真的哈，昨暗佫嘛线顶甲人分享，甲李老师哈线顶分享，所以就是讲包括讲我已经过身的这个教我台湾文学的林水明老师，就是我运气真好啦哈，我有真侪，应该讲我足侪老师拢足拍拼足认真的，所以老师比咱佫拍拼较认真，咱就袂当平淡。所以认真讲起来，我感觉西边的老师，伊真正是除了认真以外，就是讲伊有音乐的背景。我以早做伊南管的助理的时阵，伊后来就家己去买我记得伊买南管二倍的时阵，伫鹿港去黄成条老师遐买，我嘛甲老师做阵去。结果老师后来就要大南管，佫会晓迄个。就是伊都是南管都出师啊，变做南管艺术哈，南管生啊，所以我的老师真厉害，真拍拼，真认真。我音乐才情较差，我真正无好哈，所以我即搭好要用这个西平华老师，伊有做一个歌仔册导读，这篇论文内底哈，伊会对歌仔册甲念歌的定义，直接简单甲大家讲者。嘛是这个台湾文学馆有一个歌仔册小词典的计划这个计划我当咧一篇，伫今年的4月对结案册就会出来会出歌仔册小词典顶册甲下册，佫有歌仔册文卡小词典这是林如凯老师甲我同齐来做我做主持人，林如凯老师做协同主持人西边华老师。就是阮的这个阮的顾问阮老师足无用的，我足侪袂晓写的词条拢爱拜托伊。阮老师有写这个咱的老师啦西边老师是咱的老师迄个歌仔册导读伊有讲歌仔册念歌本来伊是对于迄个古早伫民国甲清国的时阵传来咱台湾嘛，对福建遐传来歌仔声手举乐琴，还是大弓弦安那弹那唱，半唱半念这个是一种传统社会事件的娱乐。了后呢，甲这个念歌本地化，印做细细本的册，就是歌册，也就是歌谱就是伊念歌的文本唱本念歌是这个台语音乐文学结合的综合的艺术，所以呢，歌甲歌册因两个头前是歌是这个念歌是声音歌册是文字是相生所以呢，若是念歌时行，歌册销路就会真好变歌册歌声的地位就会提悬若是念歌衰微的时阵歌册就较少人看所以咱咧分析因的特色爱斗阵讲所以甲伊界定做说唱文学说唱文学说唱过来不管是有啥念歌还是文字的歌册拢是咱台湾民间艺术的宝藏伫早前佫伫70-80年前的时阵就是伫70-80年前佫较进前拢会讲古长的岁月内底咱的祖先靠伊来消磨日子来捌字会晓这个做人做代志的道理。所以因为种种因端想会到讲这个煞消息当然这上大的原因咱知影讲应该讲中华民国是台语的罪人，确实是安尼。中华民国的国语政策是一种毁灭别人的母语，糟蹋别人的母语，骗收别人的母语的迄种国语教育。所以中华民国的中国语的教育，中国话的教育造成不只是念歌歌册，所有的各族群的母语的足侪真宝贵的资料文献啦、语词啦，种种拢衰微拢变做真可怜代啦
所以讲，咱即马吼，若望要复兴咱的母语吼，咱一定爱甲这去用糟蹋失落去的吼，咱搁较捡转来。歌仔是宝珠，咱就爱甲伊捡转来，好好啊甲伊保守，互伊发光吼。过来歌仔吼，是根据西方老师伊所看的歌仔，就讲伊上早是对1820年清国时代吼，清国时代即个传来台湾的。了后呢，伊的来源吼，就是讲本来是清国，但是伫日本时代吼，因为1932年中国发生128上海事变，所以呢，台湾开始吼有家己的较应该我伫进前就有啊，就是讲台湾开始吼，歌仔促成歌仔本土化有真重要的迄个。过来就是讲后壁这吼我讲上尾段。即摆吼，还佫有咧卖歌仔，即个出版社还佫有伫诶，就是新德德林主局。我有打电话去问讲，借问恁家己安怎讲恁诶名？咧头家娘甲我讲，老头家娘讲，因叫德林主局哈，无输哦是主啊，哈，因为无爱输买赢。过来就是因头家姓林嘛，所以叫德林主局。迄个伊伫新竹市城隍庙附近，伊若是伫有闲去新竹，会当去城隍庙附近哈，中安街16号，还佫有咧经营，也有咧卖歌仔哦。我有最久2年前，我也有去遐，有去买过。过来就是好，是老师讲吼，歌仔是台语文学的基底。咱若是要写台语文学的人吼，会当甲歌仔当做是种应用吼，来栽培家己。伊保留真纯的即个民间的口语的艺术，过来歌仔文学表现真水开活跳，嘛有真澎湃的即个咱台湾的文化基地。过来，咱来讲正解，因为咱时间有限吼，正解正解就是家己去看，所以我互恁看者册皮 ，OK。大先就是1997年的即个区文我才无出现作者名哈。区文石老师甲陈宪国老师的即个台湾演技，哈。过来2001年，即个黄景年，其实有一寡册恁可能拢买袂着啊，所以互恁看一皮研一下好。2001年，即个台南县文化局有出版即个南洋台湾民间文学总书，有即个黄景年老师整理的即个伊主要是德林主局的歌册吼。伊一本册内底拢有几啊部歌册，伊家己整理更新做处理，总共有即道出做6本册，出做6本册嘿。内面有拢有每一部歌拢有写本事，过来有迄个罗马字甲汉字的对照，了后佫有做一寡艺术的注解，建年老师若是对咱的台湾民间文化，伊研究卜卦研究了真赞哦。大家若要了解台湾的卜卦吼。建年老师的研究哈，是大家爱去读的。过来，即个詹祖良老师的台湾歌戏论哈，过来就是张如峰教授的即个台湾民族歌的教导，伊即个教导的方式，我感觉真有即个语言学家的专业是一个真好的参考的方式哈，来要教导即个歌册哈，过来。徐炳华老师伫2008年有出版即个台湾歌册欣赏，即有教3底4滴，我若无印象无记，毋就是安尼，就是老师有甲伊做汉字甲罗马字了，佫有念出来吼，佫有做一寡艺术的注解即本册嘛是咱要学台语真好的一本册。过来就是2020年，是老师有即个林酸培较少烟台甲即个中国闽南语甲台湾的台语即个演变做即个比较。嘛是，我感觉整理了真好。过来就是经典，就是徐炳华、萧炳春、萧丁春、张炳生因编读的即个台湾二才新歌念经典研究。内面主要是即个徐炳华老师伊的迄个注解做上多哈。徐老师即个刘松林是咱即个。台语的歌声内底歌册创作量上多，佫上澎湃、上杰出、上优秀的，所以刘松林老师先生的即个歌册
真值得咱去甲伊欣赏。啊，过来就是讲，即个台湾二十新歌聊天顶内底有讲到即个古泉州腔腔口的问题我感觉真值得参考。这本是真高为什么高呢？因为台湾二十新歌聊天顶有12本12本过来，即个学者当然若是讲内面有咱听今仔日听课的人，若是有人咧读研究所，你嘛会使做即个歌仔册研究。可比讲，即个关英山先生伊迄个李兴昌老师嘛是我的老师李兴昌老师有指导伊伫2004年写学术论文，2009年写即个博士论文，拢是做歌仔册研究学术是有关新闻事件的台湾歌仔册研究博士是台湾歌仔册的即个小报结构甲伊的内容的研究再来是我家己伫2013年的时阵我就出版即个我先是2005年完成我的博士论文，后来伫2013年修改版正式出版，就是即个歌仔册内底的即个台湾历史传承，这本是用中国话写，我是以即个清国时代即个三部即个台湾歌来做研究咧，讨论即个台湾人起义反抗武装革命啦反抗政府回头会地的凄惨代嘛是真使人感动的即个祖先的故事伫歌仔册内底伫咧写时，我对照历史发现讲有足侪对会起来所在过来2016年嘛是不知不觉的就毋知怎个继续做即类似延续的主题。真的，我一直想要做，看有会当做其他的物件无，结果不知不觉，我的性命就搁行来到这，就是共款做1985年台湾人甲日本人伫遐相台老伙老弟的故事，即个台湾民主歌，叫大清帝国放杀的台湾人咱的祖先的故事，即个台湾民主歌，就是台省民主歌有的歌名叫台湾民主歌，有的叫台省民主歌，有的直接叫民主歌过来就是即个。伫我即个论文就是我的博士论文的因为我迄时阵拄有讲嘛，我拄开始无了解什么是歌仔册，所以呢，我迄时阵为着要了解，所以我即个人的个性就是，我若无了解，我就要甲摸清楚伊到底是啥物，所以这是我迄个这本册的目标伊伫我的第2章，我有做一个台湾歌的历史回顾甲现况我有去讨论。台湾歌伊伫无共的年代、无共的时期，伊是啥物名称、啥物背景伊甲念歌的关系过来伊的留落来文献有啥物搁伊的研究的即个现况即个是我感觉我开介侪时间，我感觉上主要为着找资料全台湾走透透开足侪时间的所以这是我个人感觉我对大家会做的贡献大家若想要搁进一步、搁较清楚了解，会当去看我即个论文的第2章。即伫国家图书馆的即个博士论文网你会当看到这本论文。过来就是你若图书馆一般的图书馆拢有收这套册，这是一套册内底的其中，我总共有出伊即个有4本花博兰文化出版社有4本，你嘛会当去借图书馆借册来看。过来就是安尼过来时间的关系特别真欢喜伫即个旧年的9月的时阵伫7月考试9月完成，就是9月完成啦即个张玉平张玉平小姐张玉平先生张玉平先生即个历史时期台湾歌仔册本土化研究我感觉即个研究真重要、真要紧、真赞看了真感动考试的人拢真欢喜伊希望伊会当正式出版这就是伊的目标伊用台语写主要伊阁有做介侪迄个统计表单真使人感动是照统计去走出来时间的关系无法度详细讲，这应该伊毋知伊开放版权未？你伫国家图书馆的即个博士论文网应该上无你会当看到介绍伊的参考册单，伊的介绍一寡基本资料若伊有开放我毋知伊开放无，因为迄个国家图书馆馆长你会当选择你当时要开放你的电子资源互你好啦，过来讲台湾文学馆出版品，歌仔册念歌的出版品。这个
大先就是2012年有即个嘛吼，咱拄则有讲过，台湾民间说唱文学歌仔册资料库。过来就是2014年呢，台湾文学馆呢有出一套台湾民间文学有声册，吼，这是执行的即个迄时阵执行的人是周定邦先生吼。即个有内面有收2本念歌，头一本是即个台湾念歌1，第2本是台湾念歌2，伊的册名叫做《倒数叙事》。好，总编辑是周定邦吼。有教每一个内面拢有教 CD， 而且就是有请歌仔先，有请歌仔先定身去唱，所以有教 CD。好，可比讲，这个倒数台湾念歌倒数叙事，这个第一本头一本吼是这个内面有新有一歌诗，因为新有一歌诗吼其实是真。一开始就是念歌，是日本时代1920年代偌好，听到即个青梅竹吼，伊讲青梅竹念歌，伊就偌好先生甲伊请去因兜，差不多1礼拜的时间吼，利用浪棚听伊念歌，甲伊做文字记录。迄时阵真辛苦呢，无迄讲我手机先甲你录音录起来，无法度。所以就是青梅就是歌仔先念歌互伊听，偌好甲做文字记录，抄了，因为这嘛对偌好来讲嘛是辛苦，伊偌好先生伊本底就是讲想要练习写台语，但是伊迄时阵伊就是讲伊也袂晓罗马字，看起来是袂晓罗马字，所以虽然日本时代已经有白话字，但是伊拢用汉字咧写，伊可能我感觉过程伊可能也介辛苦，想要安怎家记互伊。我的手写我的喙吼有困难，了后就甲囥诶，搁过超10冬吼，了后就是迄个1930年代才个迄个公安中先生甲伊整理发表伫即个杨贵先生发起诶即个台湾新闻学杂志，台湾新闻学杂志典馆吼，所以即个新有一歌诗咱才知影，伊嘛因为安尼我才会变做我诶博士论文诶一个上主要研究诶文本吼。所以大家若有兴趣的，通去看我的博士论文，也是施炳华老师的台湾民间说唱文学歌仔册资料库内底迄个新有一歌诗，迄就是迄部分是我整理的，有放伫线顶即部歌。过来伊内面阁有小百花小波歌、百草问答小波歌吼，即个就是有请歌仔先定身演唱吼。演唱即个新有一歌诗的即个歌仔先，我记得是丁秀珍老师，我若无记毋着是安尼吼，我袂记得伫遮整理。过来。吼内面就有清洁司机案，阁有吴天罗吴天罗先生的日本时代台湾人民生活史、抗友好啦、单山5牛麻将，阁有抗烟花，过来2017年台湾文学馆有出即个歌诗传奇，台湾念歌团人的作品采集，甲台湾念歌团人的生命采集，这2本我感觉做了真好，就是讲伊是。去找迄个歌先去甲采访，搁甲伊的作品采集落来，做文字稿，甲有教 CD 过来即套，共款，我向发现一件代志，只要是公家单位出版的物件，咱若感觉伊真好，咱爱紧甲买起来。我本来甲台湾文学馆讲迄个什么台湾，伊就讲。伊帮我问迄个施准周老师的什么台语文学导论，甲廖水明老师的台湾母语文学的发展自检甲必检，阁有存几本册。我就讲无，本来我要甲伊讲，我要买60本要做课本结果伊就讲可能无遐济，结果伊去查，我讲无你看存偌济，拢好买，拢甲买起来。我想拢买起来会当学生有要买就会使买结果是一本拢无所以共款即个台湾念歌一套8册这真重要，因为这是对有声的即个录音大资料内底，也是手稿，甲伊重新整理的。上重要的就是甲一寡念歌的迄个念歌，甲伊做文字稿、逐字稿，这真要紧阁有做一寡注解，所以这开真久的时间我感觉真辛苦总共有8本乡亲伊若有一滴仔钱，你认真讲，我毋知伊存几套呢？因为伊8本虽较贵，但是我甲你讲，你即马无买，你以后要买无就像我对心肝，就是文学馆的册，就是安尼，时间到背了就无嘿。过来文学馆，我感觉真赞文学馆2020年的时候，伊逐年拢会出一本迄个手指谱年历手札。2020年是以念歌歌册做主题，所以伊迄年的新年的迄个伊的网站伊的新年嘛是用即个念月琴台湾月琴
这甲文化馆泡泡啊，好，过来就是安尼，好。另外咧，文化馆嘛开始即个要做一寡歌册改编，就是家种做，会当互囡仔唱，囡仔的绘本吼，还是念歌，所以呢，请有总共有开3档的时间吼，拢是林如凯老师写的念歌，了后，出版社请专业的画图的老师来画图，请即个美秋念歌团的杜建志甲林添安老师念歌，这是2020年是聊天顶罗南人念写歌，所以是找教室的声音的档案哦，吼。过来2021年就出即个美丽仙岛果子王国歌，伊即个念歌，佮加一个五油题，五曲题老师哈，家己念歌即个伊佮有做加一个迄个随身碟内面有佮有做一个简单的几分钟的动画的漫画吼。过来，今年拄出旧年嘛是旧年已经过翻年啊。2022海洋囡仔当大人歌即个伊这拢是改编即个罗车老东海即个是改编即个八个小波歌，即个就是聊天顶20聊天顶有做一个新版，对迄个元素传统的歌册的元素落来了有新时代的思考过来主角是主要读者是囡仔。还是讲亲子来读所以拢有汉字甲罗马字的对照吼，过来有念歌的即个引动，做甲真好。这嘛是共款卖了就无乡亲过来也未出版，先互恁看一下初批的设计。为着这我真疲劳，常常拢困无饱眠。我想讲，这就是我生命会当做的贡献做到后壁，我拢定想着人生袂得圆满，世事恶得矫正。歌册小书店甲歌册商用台语文化小书店，感谢真侪朋友斗相共吼特别是即个施炳华老师甲林如凯老师，过来就是台湾文化馆迄个负责人是周定邦先生吼，伊嘛互阮食落。感谢大家，希望伊会当顺利圆满吼。过来，因为时间剩无偌济，来讲一个2022，就是今年的歌册台湾念歌旧年的出版品。大先就是即个旧年的2月23呢，出版即个杨秀卿阿嬷的即个纪念专辑吼，为土地来歌声吼。伊内面的拢总呢，有七条歌有的是音乐有的是演奏，伊就是伊佫做较无共的处理啦。甲即个网址搭去迄个咱的 Google Meet 的老画区，你则佫家搭去迄个 YouTube 的遐抖音好无？请大家家去听，因为咱时间嘛有限，请大家家己去听。我转来，好，请即个主持人吼。就是伊有一个 YouTube 有放一个迄个 demo 的迄个，大家家去听即内面伊内面就有即个 CD， 我即摆替大家开箱啦吼，甲 CD 拍开，就是安尼拍开内面有一本簿甲掀开，内面有做杨秀卿老师的介绍了后呢，老师伊即本咧做即个 CD 的时候，老师佫伫个伫个啦吼就是6月17的时阵，老师就过往安尼即个 CD 有入围即个2022的传统艺术音乐奖的即个专辑吼过来咱来看透过这相片，咱会发现讲杨秀卿阿嬷，咱的杨秀卿老师吼，伊咧念歌的时阵伊的即个家己真投入，家己享受伫内底迄种表情吼。迄种 feel 伊讲老师捌安怎上一天录音12点钟连续录4档从来毋捌演唱共款的戏出的记录就是以早伫咧电台的时阵所以讲即个真可惜，就是讲一位前辈的过身，就代表讲伊头壳内所有的迄个水开的台语的语词
念歌的艺术。我感觉即种物件拢毋是咱讲学着学来的，因为吼咱的台语受到中华民国的国语教育伤害吼，咱已经中毒伤深吼。过来讲，咱无话过迄个时代背景吼，所以真正诶，咱就是国宝，就是国宝个迄个暗句吼。大家吼会当去 YouTube 拍杨秀卿，你会当看到 YouTube 观点有做者杨秀卿阿嬷诶即个老师诶访问专访介绍，伊诶台语真水气哦。你会当听到伊念歌诶风采吼，所以大家会当去 YouTube 拍杨秀卿即3字，你就会当找到足侪互你感动诶影片。若是你想要学水气的台语这嘛是真好的吼。过来，这个 CD 册上后壁，过来就是介绍，去年10月嘛是去年啊。这个搁个瀑布的三大山的风这个三大山三大山注定为这个帮先生为着要纪念伊的老师朱定顺这个。用真久的岁月真久的时间总算整理出来这个三大山的风这个今年帮老师的 YouTube 伊会当伊的 YouTube 观点有就要介绍过来主要是伊这个有放迄个我搁转来我同款甲这个因为看袂到声音嘛，大家看袂到声音，我甲这个网址打去嘛是大家家己听就好我打去。这个好，请主持人你帮我甲这个网址打去山顶，互因家己听。好这个三大山过来周定邦老师伊家己的 Facebook 我嘛打一个，迄个请主持人嘛介绍大家，因为周定邦老师的 Facebook 我看伊是说公开，所以你会当看到伊三大山的风的一寡比如讲拄过去呢。礼拜六拄去恒春新车发表会这个我来帮大家开箱者，我有买好册出来，我就足欢喜的，就去买去山顶买册，了就收着，我帮恁开，收着先收着一个一个纸正面甲后面了后你甲拍开。内面有2本册，就是这2本册，网写技术甲这个倒数乱歌。了后呢，佮加2块 CD， 2块 CD 就是 CD 的内面的目录过来 CD 的正面咱种要甲拍开拍开就是安尼2块 CD。听呢，家己去买来听山顶有一寡试听啦，有一寡声音档，有一寡声音有挂伫山顶。其实你嘛会当咱来 YouTube， 无咱即马直接来 YouTube 一个，咱来 YouTube 拍三大山，好，三大山的风。好，你要直接伫 YouTube 找着话，你会当找着足侪你会当听大家当去听共款伫遮拍杨秀卿你嘛会当找着介侪所以科技的进步就像我早前拄做念歌的时候，我记得迄时阵也无啥物YouTube 迄时阵也无，可能也无，所以拢爱去收一寡录音带啦 CD， 迄时嘛 CD 才拄。就是大部分拢是月球唱片的录音带月球唱片出介侪真重要的念歌的录音带佫买会到月球唱片的录音带，但是就是讲你若要录音带要就是即马是山顶数位化，其实对科技的进步帮助互咱推杀念歌甲歌册这嘛是真重要的感谢这个科技的进步。过来好，无说你跳到遮来，等我我来吹一个对遮就是开箱开来CD 家己听家己找买来听，过来内面有一本歌谱歌册歌册倒数乱歌，内面显开就是安尼这个新时代已经讲到即马，所以咱毋免干那写汉字，咱会当汉字兼罗马字，安尼
内面就这条乡村民谣国宝朱丁顺传奇。吼伊个罗马里说你免惊你讲毋对，大家若想要训练你的台语啊，像这听念歌啊，佫会使学八字、八汉字，佫会晓八罗马里。吼，咱祖先过去吼，永过就是透过即个歌册来学八字嘛。所以咱即马嘛是吼，所以迄个你会当听念歌学八字吼，即本册真正共款推荐互大家吼。过来伊是前卫出版社出版的，前卫出版社真赞。过来，好，另外内面有一本册《网世技术》，是安尼，伊的目录，伊这本册目录内面，我感觉真重要。咱若要对乡村民谣有了解，要了解一个乡村民谣，伊安怎去传承吼？即个丁顺伯安怎去教学生吼？内面有讲到迄个周定邦甲即个朱丁顺老师学念歌的即个一寡学习的过程。过来有即个朱丁顺老师的乡村民谣的姓名地图。甲伊的乡村民谣的年表吼，这我感觉拢真珍贵吼。这开真侪性命落去做吼，真使人感动。咱若逐工营啥物拢免做，日子较好过。但是若要出即种啥物，即个三大山的风吼，就是爱真拼，真拍拼，才会使。恭喜即个出册啊！过来就是即个出版资料内面就是安尼过来好来介绍即个台湾念歌节杨秀卿老师伊后来就是有传统艺术中心嘛，有迄个传统艺术的团个迄个传习计划传习计划迄个有介卢建智甲林店安是杨秀卿老师的学生，了因两个变做翁仔某嘛是杨秀卿阿嬷吼。杨秀卿老师甲伊鼓励啊，看因两个互相有意爱嘛，就甲因 push， 安尼了后因就后来就做2011年做美笑念歌团，伫2014年即个开始办台湾念歌节，去年10月的时阵拄搁办了吼，过来即个因有家己的 YouTube 家己的 Facebook， 咱会使来去看一个YouTube。伫咧 YouTube， 我感觉较特别的，就是讲伊有即个文学歌声，文学歌声。好，大家无听到声无要紧，我直接放来就好啊。恁家己，我甲即个网址吼，我即马无按算要放声，就我家己讲话就好。我共款甲即个网址等候主持人，请主持人等候大家。你嘛会使直接找美笑念歌团，好，无咱来找一个好无？好，咱来找，咱来去 YouTube。直接拍美笑哈，因家己讲因的台语叫咪咪笑啦，咪咪笑念歌团，咪咪笑，咱讲一个咪咪笑，因家甲我讲，伊的台语叫咪咪笑，咪咪笑念歌团。迄个咪咪笑念歌团，你就当找着了后，伊才有一个就是文学上坡夫，这就是甲咱台湾前辈作家杨贵先生的日本小说文学配搭谱，迄个日本时代的小说改编做念歌，是杜建智老师甲林飘安老师改编的。伊看我先点中，而且你的字幕你会当，就是安尼像安尼好。应该会去听啦吼，我看到时足感动诶。所以讲念歌歌册真正是真好诶工具，会当讲啥物拢会当用念歌册来讲啦吼。过来，搁转来，来遮，好搁转来继续讲台湾念歌节。过来咪咪笑伊嘛有 Facebook， 因诶 FB 拢会因为因即马是当咧。活跳跳的即个念歌团，当然咱台湾即马还有介侪念歌团咧，真侪我感觉真好。你会当拍念歌团，就会当找着。美笑因为笑咪咪念歌团，就是讲我感觉伊有办台湾念歌节，所以较特别介绍啦吼。过来就是讲因伫阮台中，阮运气真好，阮就台中人诶，所以我要去参观台湾念歌节，拢伫台中举办所以你会当去追踪伊诶 Facebook， 你会当知影伊诶。演出像旧年伊就做侪演出诶包括有甲一个舞剧来合作甲迄个故事写做念歌迄个
台湾念歌节当年吼，台湾念歌节自2014年开始，杨秀卿老师拢会来参加。啊，这是2021年，吼，这个背景，咱来看，恁若去台中迄个古早台中酒厂，即马叫做文化部的创意园区遐吼，伊遐就有这个红树嘛吼，就是这个舞台伫遮直接演出。啊，今年真可惜吼，今年10月初8到初10的时阵，杨秀卿老师已经伫6月的时阵过身啊。啊，这个我拄好上台湾文学史，所以就带学生有闲的同齐来参加啊，所以阮就伫遮迄天邱定邦先生，迄天吴国珍老师做主持人，邱定邦老师嘛来这个演出，所以阮就伫遐翕一张相，安尼这是伊的服务台。啊，这是迄天演出的啊，去互我查掉呢。OK， 等我改一下改好现改。我发现时间差不多啊，好，反正我嘛要结束啊。这个就是迄天演出的这个艺人吼，歌星吼，因同齐翕一张相啊。我徛的角度翕起来是安尼吼，不过我感觉这个角度嘛袂歹。就是讲，你若要看到正面的，咱去笑比比念歌团的网站，伊的 Facebook 你就会当戏箱专业吼。歌戏讲吼，粉丝叫戏箱啦，吼戏箱，吼啊，所以迄个我粉丝专业，咱大家会使讲戏箱专业，伊的戏箱专业吼。过来迄个因佫有办即个介绍活动，其中佫有迄个，互你会当伫遐吼，乐器乐器放伫边仔，互你会当伫遐翕相安尼，所以我嘛翕一张，我来互大家看阮学生即马当咧受我的节目啊。毋是台湾文学史，是即个台湾民间文学。有看到啊，好看到啊，我看下当佫较大诶袂？安尼。迄个我只有上台湾民间文学概论嘛，啊，我逐年拢会叫学生爱写歌册，啊，先编一个民间故事，家己编。阮的做法是安尼，我来甲大家分享我这个教学的经验，就是阮的做法是，先我伫学期初会先请伊每一个人吼选一个袂使共款吼，选一个台湾民间故事，啊了后呢背起来，爱背起来哦，看是要现场讲，袂使免做导演片，就是现场讲互大家听，像咧古早咧伫树仔骹啦，暗时啊咧讲故安尼，啊是讲录影录起来，吼啊就是我无爱用我课干部，就是爱夹故事背起来，体会古早人安尼，啊叫因做阿公阿嬷，啊阮拢变伊的乖孙戆孙安尼，就先每一个人拢讲，啊讲了，阮会请学生投票讲哦，啥物人讲了较好，啊票数较悬的，阮会搁加分。好，这是头一个操作，先讲民间故事，即个民间故事，真正先讲笑亏，先讲台语笑亏，啊了讲民间故事，啊民间故事了就是讲开始我就刷落去，我会用较久的时间请甲因来讨论讲，民间故事啊，要有囡仔的民间故事，故事有啥物特色，爱注意啥，啊了我会请因编即个民间故事，编即个民间故事啊。我的做法就是，我看卖学生的，或者，比如讲我最近甲即个部分，我会用手叫因用手写，像安尼，这是学生写的故事。我会发一张 A3 的 A3的纸吼，啊，甲伊凹的，叫因安尼像安尼写，吼，啊，这是等我。歌册，可比讲安尼，请因甲伊编做歌册啊，课堂的互因一寡时间，啊大部分的时阵是请因早转去厝的，拢因家己编的原创的，啊我会先甲因讨论，会先叫因出来讲伊想要讲啥，啊若感觉伊叫伊先想3个主题，啊了后我会甲伊讨论讲，啥物较适合囡仔，啥物倒一个题目，请同学来嘛甲伊互伊意见，讲啥物较适合。啊了，最后因选择了后，就是比如讲，我看卖，佮点一个，比如讲安尼，即拗起来就是安尼，伊会做一个册皮，安尼，过来，这就是因的故事。
过来就是讲，了我就要教七字仔歌嘛。教七字仔歌的时候，我有先去台湾民间文学歌找资料库，请因像安尼，请因一人拣一谱歌无共款的吼。拣一谱歌了后，就是请因每一个人甲伊抄10%，汉字甲罗马字拢爱抄。汉字甲罗马字像安尼抄好了爱交转来，就是白纸爱交转来互我，交转来了再搁请因出来头前用电脑开即个线顶的迄个台湾文学馆的台湾民间文学歌册资料库，了后请因每一个人就是介绍，因毋若爱念10%，因搁爱去迄个看迄个拄则我讲的，就是即个台湾民间文学歌册资料库，等我。台湾民间歌册资料库，毋是针对每一部歌，伊拢有做一个介绍，对吧？是老师迄个计划内面就有一本册遮，拢会小解即部歌的内容、语言啊、种种。我请因去看一下，了后，搁叫因爱家己消化吸收。所以虽然敢若念10%，就是讲我有教学生讲，因必须要爱甲大家讲，即个即部歌主要。规谱伊虽然甲我念10%，但是即规谱歌主要咧讲啥吼？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讲，因应该甲伊拢读完。当然有人一定无遐尼骨力啦吼。总是我感觉讲，认真的学生就是因为安尼伊就会了解嘛，所以伊就拢读过歌册啊吼。过来，因为我感觉迄个资料库真正伊有罗马字吼。阮台语系学生因为阮这是2年仔的课。所以因拢已经学过台语、汉字甲罗马字啊，一年仔顶下期拢有上过即种课，因有基础。了后佫因安手抄，为什么我叫因爱手抄？手抄吼，你只看过是看过，抄才有感觉。所以这真正不管啥物学习一定爱抄，所以就叫因爱用手去抄。抄好了后，就是讲即个转来到遮好，好。了，我就开始我嘛有放即个网络一寡迄个윤秀卿阿嬷诶，即个念歌诶，也是笑咪咪念歌团诶一寡资料吼，甲其他诶念歌比如李丽仙老师诶念歌，甲윤秀卿老师有啥无共，甲因讲歌仔先爱注意啥，所以呢，我就请因过来，就是即个因有一个歌仔册诶创作，即个作业，呢，因即马当咧做吼，就讲本来。已经做好，我伫12月初7的时候，请因上台发表，但是真侪档案拢还未写好，就陆续写好的先讲，开操3礼拜的时间才讲完。请因每一个人出来，我讲你无写了嘛无要紧，但是爱甲错过等来阮的 FB 的社团，了后请伊甲伊念出来。所以呢，有一寡学生就有交了后我感觉因做了真好，我鼓励因讲，我感觉恁真厉害呢，所以我希望恁会当吼，会当安怎会当甲伊即个改好搁较好咧，吼伫即个因为学期分数会当较慢拍，我讲正月17进前互我，我要求因就是讲爱像安尼，最後教出來愛有漢字甲羅馬字，伊羅馬字要用白話字，還是教育部攏袂要緊，就是講用漢羅文甲羅馬字啦，安尼對照，我甲因講安尼對照。有關亞文，因為我運氣真好，就是講舊年8月時，我有承辦即個台灣文學館的台灣歌仔創作營隊，所以有甲迄個在場的幾位講師有最近佫討論講，歌仔要安怎寫較好，所以阮有一個歌仔要安怎寫的一寡原則，就是即個是講我著甲伊整理佫精進，比如講以前我敢若簡單講，敢若亞文，即擺我著要求佫較濟，比如講歌仔先的技術手路安怎，我著甲因講，我會講那菜鳥。因做陣我是菜鳥，所以你會使第三句賣安怎？就是我甲即個技術講互因知，過來就是找台語找台語真正就是講找台語會當幫助迄個咱去找，只要佇即個找台語點相關的佇遮，不管你要用教育部數據寫、白話字數據寫攏袂要緊，佇即搭拍文末後壁拍一個 at 了後就開始找，伊就會甲講字文的攏找着，比如講咱即馬就會使來 demo 一個，好，佇遮數據寫哦，你愛等我。好，老師，咱嘛請注意時間。好，差不多好，像安尼，伊就會甲即個共款的文攏造出來，就佫點落去，就是安尼我有甲學生 demo，所以阮學生攏會曉用，所以
伊就连迄外系学生啊，有一寡拄开始学，有一寡外系学生是拄开始学台语。啊咧，啊了后，即个就是因拢报告了，阮就搁有做学期尾的时候，阮搁有做2个代志，就是写报告。像讲，因写70啊歌了，写10%，我要求因上无爱写10%。了后呢，因就开始写报告。讲报告的时阵嘛是先介绍朋友报告，甲即个是黄敬莲老师的即个报告即方面的著作哈，搁有以早阮台语的创会系主任洪维林老师嘛，就我报告，搁有迄个林金祥老师的报告就要资料，都是互看一寡资料，了就请伊每一个人写1%报告。本来是无要叫因号题目，结果因后来就拢家号题目。就是一人写一条报告，这了来课堂发表，念互大家听。我甲因讲写互你的爱人啦，若无爱人啊，写了就有。上尾阮的作业就是请因甲即个台湾俗语应用伫伊的生活顶，写一个俗语的生活底文，俗语的生活底文。时间差不多啊，我看卖就是安尼教一张相片，可比讲我看卖，像即个。一个安尼学生，就是我感觉讲，真赞，就是我感谢做学生啦吼，因互我真操，这个课是我上操的一节课，我无想到讲伊会遮尔操，就是就是这所以我家己嘛，伫今年我感觉我有搁较完整来累积，我要安怎去我这个台湾民间文化概论，我定咧想讲要安怎互因，莫干那听，干那知影，伊嘛是这个操作。咱去感受着过着古早人真实去体验迄个生活即个非常。最近我有分享迄个叶文生老师的迄个伊咧教念歌的迄个消息就是像这我嘛拢会分享一寡资料互伊。我来最后我来留者，我改先都等即个消息台湾民间文学即个。台湾念歌团迄个叶文生老师有咧教念歌，伊嘛是台湾歌仔协会的会员嘛介绍大家你可以当拍台湾念歌团，还是拍这是叶文生老师叶文生老师有咧教阮学生竟然有2个学生就甲我问讲，我侪钱因讲伊想要去学，就是这个课的学生有2个学生我感觉真赞诶，就是讲。咱安尼推广我嘛家己感觉真欢喜，安尼我着先好转来到，所以讲这个不在航班啊，多谢大家，讲到这，好，多谢老师。就精彩的分享，你真谦卑。好，安尼咱即马线顶有一寡问题，先甲老师想要甲老师交流。头起先是一个问题问讲洪丁老师，毋知你敢有要写歌册历史？敢有即个出版的计划？我家己无写。我少年的时阵捌写迄落落长的古诗，写落落长了，毋知我家己捌想讲，我哪会拢无写念歌？为什么我无写念歌呢？因为我无迄个时间。认真要写念歌，我感觉爱注意的妹妹甲真多，因为我感觉我家己含慢，嘛是会当写，只是无写，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出手就要水，所以就无写。大家毋免安尼，因为我的工课有一寡其他的工课咧占我的时间，所以我也无做这个代志。毋过我实在做会晓写的人，所以我拢鼓励大家写。无啦，毋是讲迄个念歌的部分，是即个简述，敢有即个出版的念歌的简述，就是拄则我介绍的迄册我感觉拢真好所以我目前并无想要写这方面的册，是因为第一，我感觉我毋是这方面真有才情的人，足侪像我拄则介绍的足侪前辈，拢比我搁较好。过来就是像我这三档外这个台湾文学馆的歌册小书店甲文卡小书店迄个计划，搁有我家己有迄个中学台语文教材教法迄个计划，迄个计划甲我足侪时间食掉，搁我家己爱
爱搁准备，我有咧，阮徐炳华老师年初顶礼拜前几工咧问我讲要写论文，爱开始准备升教授的代志。所以，若以升教授的论文来讲，甲迄种入门的册佫无共。所以暂时我无，我若爱有时间，我爱较拍拼写，想看我的升等教授论文要安怎写，这才是正道。因为我的老师一直对我真期待，所以我爱搁较拍拼。是以上。好，多谢老师的这个分享，我嘛就期待，就是希望会使看到你新的作品。好啊，接下来另外一个问题问讲哦，就是老师请问你遮的歌仔册拢是安怎收集的？特别是过去无即个网络嘛，无即个电子的版本，啊，伫迄个年代，你安怎知影遮的前辈啊，遮的资料？哦，以前的年代真正大家足辛苦的，即卖时代都加足好的哦。就是讲，先讲即卖若是你拄开始吼，我拄则讲的一寡线顶的资料库，甲比如讲台湾历史博物馆啊，国立台湾文学馆、台湾台拢有收介侪歌册，迄拢你会当去遐看着。啊，搁德林书局嘛，搁有咧卖。吼啊，搁来有一寡定心整理的，台湾文学馆有一寡定心整理的吼啊。搁有一寡念歌的出版品，大家会当去甲伊买，甲伊捧场，啊，甲伊鼓励，啊嘛来学习。啊，若讲古早，就是讲我运气真好，真诶，我去读成功大学中文系，啊了后熟悉即个徐炳华老师，所以读中文系是袂歹，因为我读成大中文系熟悉吴达文老师、徐炳华老师，甲即个卢兴昌老师，啊，搁有其实我中文系有介侪真好诶老师，包括讲。迄个我2年诶读书，我哪讲伤长啊？就是反正我熟悉真侪真好诶老师拢伫成大，吼，包括我伫成大历史系听课，所以讲，我诶老师甲伊诶物件摕个规塔拢互我是爱伫遐真短诶时间来去吸收伊到底啥，这是倒来一开始。了我大概有了解了，我就开始去以早去旧册店，还是讲去迄个 tape， 什物台湾诶店哦。以早我有去台湾诶店买过几啊间迄个。月球唱片的迄个念歌的 tape， 啊，过来就是讲迄个喙水有人会无，真感谢介侪迄个前辈，比如讲逢甲大学的中文系单调男老师，我迄时阵写论文的时候去拜访伊，啊，伊就甲伊收藏的歌册摕互我看，吼啊，这拢是人的收藏啊，伊愿意甲我分享，这对我来讲嘛真要紧。比如讲，伊有分享过去台湾歌互我。吼，啊，迄拢买无啊，因为古早会办吼，大概先讲到这。好，安尼接下来连续2个问题，拢是要请教老师推荐的内容啦吼。一个是即马线顶有问题问讲啊，请问爱拣啥款的题材较有法度吸引囡仔？啊，另外一个嘛是要问讲，敢有较推荐适合迄个中学生欣赏的歌仔册？大生吼，即个歌册你会使结合迄个，若讲以教学来讲，会当结合迄个19项议题啦吼，啊，个是讲 SDGs， 就是永续生存发展迄个联合国迄个 SDGs， 其实伊有一寡主题拢会当下，啊，当然伊有一寡物件无规波歌可能无法度完全下咱新时代的一寡思考，啊，这咱嘛会使摕来甲学生解说讲，哦，过去的人安怎思考，安怎生活，啊。到底都是谱较好，我建议你会当先去即个台湾文学馆徐炳华老师做的迄个台湾民间文学歌仔册资料库，伊有甲无共的典类型的拢有放入来吼。啊，你会当选其中一部分。过来，你若知影歌仔册安怎做，念歌安怎做，其实你会当家己应用伫你家己的教学，像我应用伫我即个民间文学的课，阮的学生应用变做歌仔先啊。我拢来讲，恁这期拢是歌仔先吼，就是。感觉家己是歌仔先，啊，家己咧写歌呢，吼，啊，体验歌仔先咧写歌的即个过程，啊，所以你嘛会当应用你家己去写，啊，包括讲像我讲的，你会当互囡仔编故事，啊了甲因讲，啊了因咱简单编一个短短啊的迄个，我感觉伊拢会使试看卖，啊，文学馆伊就是有出3本囡仔的绘本啊，我感觉伊3本是做了介好，吼，就是徛伫囡仔的角度，啊。毋过我认为讲，伊这是一个会当佫继续创作的，过来就是讲，有真侪歌仔册内底有真侪片段，
是真心是真趣味的，你会当甲伊捡来当做你参教学的一寡辅助的教材。啊，嘛是爱去看了，你爱知影讲，因为你无共的时间，无共的课程，你无共的度合，所以我敢若当先讲到遮。好，多谢老师。安尼，佮接下来一个问题是要请教老师，家己本身较介意敢有较介意倒一套歌仔册？敢有较介意倒一套歌仔册？其实我这个人吼，较空旷。我以前吼读册都囡仔时阵拢较袂迄什么小团体，就是我较人好。嘛安尼讲嘛毋对啦，我嘛有讨厌的人，但是我若有讨厌的人，我拢会内心检讨我家己。我认为讲吼，每一个足认真咧创作吼，还是咧传承即个念歌甲歌仔册的前辈吼，也是我的学生拢值得我尊敬，所以我并无特别介意啥物。就是愈学习就愈感觉讲啊，家己。第一就家己爱知影，还佫真侪。第二就感觉讲啊，家己真幸福，会当甲做人斗阵。所以我无特别推真介意。毋过我拄则有推荐即个杨秀卿老师的 CD， 甲美秋念歌团，甲迄个周定邦老师的即个音乐专辑吼，大家当先对遮开始。好，安尼接下来是一个较应用性的问题啦吼，就是有人要请教老师讲，毋知老师对念歌啊，即个维持甲发展有啥物款的建议？念歌维持甲发展吼，大先第一我袂晓唱念歌，我含慢，我家会使私底下偷唱。毋过呢，我会使做一个念歌的支持者。比如讲，我就会当带学生去参加念歌节啦。我伫迄当时嘛，欢喜到要死，我足感动诶，真正诶！明年诶台湾念歌节欢迎大家来带囡仔来吼，过来就是讲。咧听念歌的时阵啊，咱家己嘛安尼，咱像甲祖先斗阵，因为迄是古早传落来的即个艺术，我就享受伫咧内底。你一定爱咱伫内底享受。过来就是讲，我认为讲每一个人在伊的迄落，你若讲较有音乐底，像阮学生伊就有兴趣，伊想要去学乐器嘛，想要学念歌，我感觉真赞啊！比如讲我会教册，我有教台湾民间文学概论，我就教我的学生，互因知影歌仔册念歌，佫会晓写念歌，清查我袂晓教因唱，所以伊就会使家己想要去学啊。我会当分享一寡资料互伊，所以咱每一个人徛伫咱的角度，大家若拢甲咱台湾的文化当做是咱家己的代志，每一个人做出伊会当做的贡献啊。我相信嘛是歌仔册念歌吼，咱台语的万事万项拢会当发展复兴澎湃。讲完啦。好，就多谢迄个洪丁老师吼。因为恁旧年有办一个即个创作营你主要讲明年毋知今年敢有计划？明年可能无，因为文学馆伊迄个是伊其实旧年伊有办介侪无共的创作的营队，比如我讲伊嘛有迄个什么原住民的，叫办原住民的是我。老师今日就精彩的分享今日时间安尼嘛差不多有缘吼，欢迎大家即个后个月继续转来咱现场听洪丁老师继续分享，因为咱这是一个规的即个台语文学的讲座，所以咱接下来2月、3月嘛各有办歌仔册即个简述的小解，咱各会甲遮古锥的洪丁老师请转来甲大家讲故事吼，欢迎大家搁转来甲大家做伙交流安尼。我拍断者，其实我感觉真可惜，就是讲，其实我上课的方式，我拢足爱甲学生互动，接无我的学生叫因出来讲话，真可惜，就是讲YouTube 直播袂当接无大家，我感觉真拍算。无后届来接无主持人好啊，主持人后届你敢会使，比如讲，迄有一个念歌主持人，我先互你你敢会使有当时你念一个？后届主持人敢是你？老师，你出这个场，阮爱伫迄个协会内底登记志愿者，是讲有几个志愿者会当同齐来参与来念啦，就是讲莫拢是我咧念啊，因为我会选一寡无共的来内容嘛，我会本地我上课我拢会叫学生念啊，因为别人的声音拢比我较好听。
过来有变化，所以主持人你想看卖，就是讲，若无就是主持人，希望你会当看后盖主持人，看是啥分歧，就是我希望会当有一寡无共的声音来念以上。老师出教互阮呢，这对啊，无你就搁找人来加入 Google Meet 同齐来做迄个负责念，我会当先甲迄资料整理好互恁啦，莫拢我咧念安尼，因为因伫 YouTube 也无法度念。好，安尼则请老师到时阵资料互阮来征求迄个志愿者，到时阵就是伫咧 Google Meet 的配合老师来念，安尼看安尼老师会搁愈行无吼？安尼我会紧甲伊做好。好，非常感谢。好，安尼今仔日咱活动就到这，非常多谢洪斌老师，咱再一次甲老师虽然咱无法度拍婆啊，就伫咧镜头前，台湾念，咱安尼咱替歌册甲台湾念歌，做歌声吼前辈啊，拍婆啊！好，请大家拍婆啊！